这是什么所在？立刻闭嘴！因为莫博客栈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冥界的故事，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往生之后才去的。万千旁，我不爱，我不爱死！贵客来了。你会使讲伊是歌戏，嘛会使讲伊是一个新时代的台语音乐剧。我此客栈为名义，业绩成就。其实这次很谢谢唐美云老师啦，他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创作空间。唐老师一直觉得歌仔戏应该一直传承下去，怎么可以让歌仔戏的这样让人很容易可以唱歌啊，歌很好听，戏很好看这样的元素放在一个现代的戏剧里面。来哦，大家进来啉汤哦，头脑去投胎转世哦。自己会很希望观众可以去想，其实人生如果走到真的最后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那会是什么？喝那碗汤之前，你要在这一世，你回顾你这一生，你唯一缺憾的那一个是什么？是一个人吗？是一句话吗？还是一个什么？万年悠悠，冰河水，红颜回。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喜剧，很轻松，很有趣，但是看到了一定嘛会让你就感动的一出戏《名博客栈》。名博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